每周5優惠又嚟啦！今個暑假唔想搭飛機，想 hea 住又玩得準，領航星號就啱晒你啦！以香港為母港，尖沙咀海運碼頭上落船，2晚公海遊，每位只需要港幣850蚊起，高雄嘅航線都係只需要港幣1100蚊起咋！想玩多啲，石崗、基隆、澎湖3個地方，只係需要港幣2700蚊起。船上玩樂嘅設施應有盡有，水上樂園、高空滑索、攀石場、水上滑梯，通通都有啊！如果你入住皇宮套房，仲可以享有24小時私人管家服務、SPA、賭場、夜晚睇百老匯級嘅音樂劇，飲食方面應有盡有。即日起至7月25日，預訂7至8月出發指定航次，每間客房即送港幣100元船上消費券，名額有限，由8月31日至11月14日出發，新增5晚異國航線，包括芽莊、下龍灣、三亞、長灘島、科隆島。7月7日起正式開放預訂，記得貼緊我哋 Poly Chips 最新消息啦！